擊打磐石兩次。摩西曾經有兩次擊打磐石而出水俾以色列人飲，喺聖經記載。第一次係神吩咐佢擊打磐石，使水流出嚟俾以色列人飲。呢個係有一個屬靈嘅寓意，就係以色列人因着主耶穌呢個磐石，喺哥林多前書10章所講嘅磐石被擊打，被釘十字架而死，而因此傾出佢嘅寶血，就洗淨我哋嘅罪，使我哋可以得救。但係第二次，神並冇叫摩西擊打磐石，而係叫佢吩咐磐石出水，使到以色列人可以有水飲。第二次，摩西並冇聽神嘅話，依然擊打磐石，結果就壞咗神嘅大計，因為第二次唔應該擊打啦，因為基督死一次就已經係成就整個救恩，絕對唔使好似天主教咁喺每個彌撒都殺基督一次，呢個係違反神喺希伯來書嘅啟示。基督只死一次就成就所有嘅救恩，絕對唔需要死好多次，好似天主教話基督每一次彌撒都被殺一樣。願大家睇到當一個預表示基督應該係唔應該被擊打第二次，而應該係只要吩咐磐石就出水嘅。而因此摩西唔聽神嘅話，擊打第二次磐石嘅時候，佢自己都冇辦法進入迦南美地，見這美地。我哋就知道完全順服神嘅旨意，完全順服神嘅各樣嘅帶領係非常重要嘅。所以千祈唔好信天主教嘅彌撒，呢個並唔係神嘅教導。神只使基督上十字架死一次，磐石被擊打一次，就已經完全咁成就整個救恩，而唔係好似天主教教導每次彌撒都要將基督殺死，都要擊打磐石。願大家知道原來咁少嘅一個錯誤都令到摩西冇辦法進入迦南美地，我哋都要引以為鑑，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